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8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搁15节。创世纪第43章第1节到第7节。马太福音第15章32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羊饲。伫主日的信息，咱用马太福音14章的经文，咱有讲到耶稣来养饲5000人食饱的代志。牧师有小可咧讲到即个，今仔日的经文的主题就是马太福音15章21节即段的经文吼就是互4000人食饱的代志。春七人即代表是当初时遮的外邦的国家，也是咧代表讲耶稣养饲外邦人，互因食饱。即个地点伫外邦的地区，就是咱看见伫马太福音15章21节的经文所记载的。耶稣的行程已经行到伫西北边的海岸推罗西顿即个所在。即个就是外邦的境界。咱搁看见伊单对东边安尼踅到对加利利湖落来，就连即个马太福音的15章22节到28节的记载，耶稣对即个迦南的妇人讲：我奉差遣，只是要来找求找找遮以色列中迷失的羊。好像亲像法利赛人时常挑战耶稣所讲的，耶稣定定甲罪人同坐倒，可见耶稣基督来养饲外邦4000人食饱即项代志，是当世时是真特殊的。耶稣基督伫养饲5000人食饱的记载中间，要求门徒讲：恁互因食。也就是讲，养饲是门徒军对耶稣的一个呼召，也是讲一个责任啦吼。咱会记得耶稣基督搁活了后，3摆问彼得讲：你有疼我吗？耶稣甲彼得问了后，彼得的回答讲：是啊，主，我爱你。耶稣基督就甲伊讲：你饲我的羊。那安尼，咱要来思考，到底什么人是主的羊？耶稣对迦南的妇人讲：我奉差遣，只是去超找以色列中间迷失的羊。但是无偌久了后，耶稣基督却养饲外邦的4000人食饱。主的羊毋简单伫以色列中间迷失的，伫非以色列人中间有迷失的羊。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捌讲：除我还阁有济羊。真趣味的一项代志，上帝不但要求以色列人成做外邦人的祝福，上帝也几啊摆互外邦人来帮赞以色列人，甚至来养饲因吼。我举几个例吼，就是以斯帖王后的时代，咱拢讲伊的勇敢，上帝安排互以色列人免去被灭亡的命运。但是咱毋通袂记是迄个时阵的王是外邦的波斯王，叫做亚哈随鲁王。上帝互即个波斯的古列王来宣告，要为着上帝伫耶路撒冷来起造圣殿。咱若伫即个以色列的经文内底会通看见，伊讲这是波斯王皇帝塞鲁斯的命令吼。上帝天顶的上帝叫我做全世界的统治者，伊爱我负责犹大耶路撒冷，为着伊来起造一个圣殿。
愿上帝甲恁遮做伊百姓的人同在。恁着爱转去犹大耶路撒冷去重建上帝以色列的上帝的圣殿。伊就是伫迄个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。如果伫即个流亡的人民的中间有需要帮衬，才会当转去的，厝边着爱帮衬因，互因金银物件、精神，也为着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献上资源祭。咱会当看见上帝呼召即个外邦的王来做即项起造圣殿的代志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创世纪的内底，咱也看见住伫迦南地的即个雅各全家，伊即个家族因为饥荒的关系，因就去到伫埃及去求粮食，互外邦的国家来帮衬以色列人来受养饲，来度过难关。上帝真奇妙的安排，毋但安尼早着互雅各的囝约瑟去到伫埃及来做宰相，来协助埃及人伫饥荒的中间，因为因提早的准备，会通来度过即个难关，毋但会当度过难关，保守家己的国家，阁会当养饲家己老爸的家。其实是上帝的安排，是上帝在养饲。虽然是透过无同款的方式，但是上帝将恩典赏赐予需要的人，亲像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讲的：“恁互因食。”因为今仔日个经文记载，主讲我真体贴即群人，因甲我相甲伫地已经3工，因无有啥物通食的，我无愿意因摇巴肚倒去，恐惊伫路的会昏倒。主怜悯咱，知咱的需要，所以养饲咱，养饲遐需要的人，就是伊要爱喜乐的恩典，也是咱跟对伊的人的责任。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7篇第1到第7节、15节，创世纪43章第1节到第7节，马太福音第15章32到第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喂养。过去的这个主日的信息，我们以马太福音第14章的经文，我们也谈到了耶稣基督他喂养了5000人吃饱的神迹。在主信息的分享当中，牧师也稍微谈到了今天的经文喂养4000人的故事。这里所谓的剩下7篓，这代表了耶稣基督当时候的7个外邦的国家，也代表了耶稣是喂养了外邦人7个国家的人。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在外邦的地区。根据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的经文记载，耶稣基督的行程是已经到了西岸西北海边的推罗西顿，这是外邦的地区。然后他再往东绕到了加利利湖的旁边。就连马太福音第15章22到28节的记载，耶稣这样对迦南的妇女说：“我奉差遣只是去找寻以色列中迷失的羊。”又如同法利赛人时常挑战耶稣，因为他常常与罪人同坐席。可见耶稣基督在喂养外邦的4000人的这件事情上面，在当时候是非常特殊的。耶稣基督在喂养5000人吃饱的记载当中，他要求门徒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。”
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说，喂养这件事情是门徒跟随耶稣的责任。记得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3次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是的，主，我爱你。”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：“喂养我的羊。”那么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是，谁是主的羊？根据今天的经文前面我们看到的，耶稣基督对迦南妇女说：“我奉差遣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。”好像只有以色列当中才有迷失的羊，但是随后耶稣基督却喂养了外邦的4000人。其实主的羊不仅仅在以色列中迷失的，在非以色列人所谓的外邦当中也有迷失的羊。在约翰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基督曾经提过，圈外还有羊。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，上帝不但要求以色列人成为外邦的祝福，上帝也经常让外邦人来帮助以色列人。我们来举几个实际的例子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所这个熟知的以斯帖王后的时代，我们说因为她的勇敢，上帝的安排让以色列人免去了被灭绝的命运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那时候的王是外邦的波斯亚哈随鲁王。上帝也使波斯的古列王宣告将为上帝的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。圣经这样记载，他说：“这是波斯皇帝塞鲁士的命令。上帝，天上的上帝使我做了全世界的统治者。他要我负责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一座殿宇。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作为他子民的同在。你们要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去，重建上主以色列人上帝的圣殿。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。如果在流亡的子民中有需要帮助才能回去的，邻居要帮助他们，给他们金银物品、牲畜，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献上自愿祭。这些邻居其实就是亚述帝国的人民。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也看到了，住在迦南地的雅各家族全家，因为当时候的饥荒的关系，就到了埃及去求粮食，让这个外邦的国家来帮助以色列人，让他们能够受到喂养，来度过难关。上帝奇妙的安排，不只是因为他们可以拿到粮食，其实上帝早就让雅各的儿子约瑟到了埃及成为宰相，协助埃及全国来度过这个饥荒，并且因为他的超前部署而得以度过难关。不但自己度过难关，也能够喂养自己父亲的家人。其实无论情况是怎么样，都是上帝的安排，都是上帝在喂养。虽然透过不同的方式，但是上帝将恩典赐下给需要的人，如同耶稣基督对门徒们所说的话：“你们给他们吃。”因为主说：“我很体贴这一群人，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3天了，现在没有什么可吃的，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会在路上晕倒。”我想给需要的人吃饱，喂养需要的人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心意。
那么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要记得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